继续来看台北市长周万安，今仔日率领市府团队到北投树林科技园区 T17、T18的基地来视察。周万安讲，甲辉达签约的时间大约是农历过年前，讲会当甲辉达留伫咧台北。周万安要拼连任，就更加有底气。啊，民进党这边有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吴怡农冇动作，伊宣誓讲未来选举绝对袂摕企业的捐款。来不断的沟通联系，才能完成我们辉达顺利落脚台北。讲过去拍拼和未来的愿景，台北市长周万安带团队视察北树科 T17、T18基地，争取之路9万18万，总算等到辉达来到北树科。大概会在农历年前，因为公展之后1个月，然后进入到都城会议。那如果一切顺利，就可以进入到签约。甲辉达留咧，和周万安更有底气，所落来准备拼连任。连营这边表态参选北市长的吴怡农，并且搁在普文宣示主张用公正治，未来袂摕企业的缴付，希望和每一位台湾人自外沟通。我们都在全力的拼施政，我想确实我们都没有在想选举的事情。国民党也无着急，民进党人选也未出来，除了吴怡农已经交议员书，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坤、立委王世坚和社民党北市议员苗鹏雅拢红点名。今年这一次的2026的选举，市长的人选会提早，因为以往过去都更晚，觉得反而是蒋万安要更焦虑。蒋万安的年轻选票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的稳固。我们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很强的，他们不会找不到方向的，如常的表现就足以让选民会再次投票给他们。2026北市选战哪里定赢，各自出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